大家好啊！今日要介紹一套香港嘅搞笑片但係咧呢套片呢係3級嚟嘅，所以呢部電影係適合18歲以上嘅人士觀看。呢套片就叫做低俗喜劇，真係好好笑嘅。好，先播一個小片段俾你哋睇睇，你就會明白點解噶啦。劉生究竟我做咗啲乜撚嘢咧？我係前世咧殺咗你全家，定係屌撚佢你屎忽窿咧？要學廣東話嘅朋友，如果你可以睇晒到低俗喜劇嘅，唔使用呢個字幕而睇得明所有裏面嘅廣東話呢，你廣東話就畢業啦。呢套片都好神奇喎，嗰個時候只係用咗12日嚟拍嘅啫，但係喺票房呢個成績就非常之好，喺嗰年嘅最佳票房電影全香港呢係排第2嘅，有成3000萬。裏面嘅演員陣容我都係好喜歡啦，有主演嘅杜汶澤啦、鄭中基啦、陳靜啦、雷宇揚啦，配角都好厲害喎，有林雪啦、田蕊妮啦、楊千嬅啦、鄭丹瑞啦，仲有邵音音添等等。呢套電影嘅導演呢就係彭浩翔，咁佢拍啲電影呢都係幾特別同埋幾貼地嘅，幾貼呢個香港嘅生活嘅。譬如佢拍過嘅《志明與春嬌》啦、伊莎貝拉啦、破事兒啦，真係太多好戲，原來我睇過佢唔少嘅電影嘅。呢套電影亦都介紹咗廣西2大名菜，第一道呢就係鹹酸菜炒牛歡喜，第二道呢就係呢個荷蘭豆炒GX 啦。呢套電影咧係2012年拍嘅，咁嗰個時候咧都係電影業嘅低潮期，所以呢套電影咧其實都係有影射嗰個時候拍電影嘅心酸啦，同埋難做嘅。咁香港2024年咧，即係舊年咧都係好差嘅，雖然我哋有好多突出嘅電影係攞到好高嘅票房，但係整體嚟講呢，即係好似得40套電影，總票房收入呢成年只係得14億，所以呢，而家呢個時候呢，再睇翻呢套低俗喜劇呢，咁就有好多共同嘅感覺同感受啦。好，咁例牌都要講講個故事內容嘅，咁故事內容呢，就係講杜汶澤飾演嘅主角啦，就係做監製嘅，咁佢需要錢嚟拍電影，得到一個機會，就話有一個廣西嘅富二代呢，就很願意付出錢俾佢拍戲，所以佢就入咗去廣西去面見呢個富二代，由呢個鄭中基飾演噶啦。咁喺呢個過程呢，咁呢套電影就用咗一個好誇張嘅方法，就來飾演嗰啲監製係幾辛苦先可以揾到投資者，同埋佢哋要付出幾多嘅。咁喺呢個過程呢，亦都發生咗好多搞笑嘅嘢啦。好，有興趣嘅朋友，你哋就好好欣賞呢套電影啦。而家喺 YouTube 嗰度真係正啊，有呢套電影可以免費睇啦，仲要係高清啦，粵語版仲有埋字幕添，所以你哋喺 YouTube search 下就可以揾到噶啦。好，咁今日嘅時間就差唔多啦，咁多謝各位觀眾收聽同收看，請你哋臨走之前做以下4部曲啊，唔該晒你哋咯。好，拜拜啦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and share， 因為咁樣呢，就對我哋呢啲咁小頻道呢係最大嘅支持同鼓勵。如果可以 comment 埋就最好啦，多謝晒。